再打我不留情喽！跟你有什么抢？还是不行。刚才如果用拳的话，你可能就得一命呜呼了。你手臂中枪了，为什么一点影响都没有？我的武功练进了骨髓，你那一枪只相当于普通人削水果削破了皮，我其实连创口贴都不用贴的。功夫真的这么强？练成暗劲之后，必须要用声音来接应，用声音来震荡骨髓。什么声音？虎豹雷音。天神呐！哎，等等，告诉我谁派你来的？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这里？抱歉，这只是生意。你刚刚用的腿法，用的是咏春门中的劲。你的师傅是哪一位？抱歉，在你面前，就算无名小卒吧，连枪都不怕。你枪少呗。你去死吧！
一直回家吧，这个任务对你们来说，地狱难度。喂，来我这处理一下，3个人还没死。好，算你还我之前的人情。王超，你为什么打破我们家的门？对我，不是我先动的手，是你爸先动的手。小子，你刚刚那一套什么来头？我那套就是喉捅蜂窝，喉捅蜂窝，形意拳12形中喉形的变化，我活用了一下，完了就不小心把门打坏了。好，很好。技击不留手，留手不技击，你做得很好。晶晶，回房间去，我跟你同学切磋切磋。来，哇塞，裤子带风向，腿力有境界。拳属木，肌如剑，发动全凭1寸丹，全从口出。他喊了句什么？他这形意打法，全从口出。笑息全凭后足蹬，追风赶月，不放松。喂，你打人还是喷人呐？边打边学。你等下要贴斩上去，有摔法，不许你去上。好，打得好。你喊什么喊？打人靠喊吗？吵死了！你看，打法，不打不得法，一打就得法。好，你这个是什么打法？
太极拳进，对，太极拳没有别的招式，那些玉女穿梭的那些架子，都是先贤们拿来忽悠京城一帮达官贵人的。太极拳就一招，就是听到别人的劲，摸到别人的动势。哇，只是一招，但动起手来随意牵引，破人众心，千变万化啊！是，刚才情急之下，我也是依靠一招蛇缠身的身法，要不然我也危险了。他们形意门讲究腿功，下盘稳得很。这孩子不错啊，有点意思。是啊，这哥们儿有点东西啊，好像全身上下都是眼睛，怎么做到的？听啊，用毛孔听。这小子还有吗？还挺打。我还有东西没打出来呢。别这么嚣张，你等着，我以后会来找你的。你给我记着了，这玩意儿。你黑带6段，刘文君，请多指教。对不起，这位大哥，你呢是不是这里最强的？最强的就来，不是就算了。我是来应聘顶级教练的，希望你们的最强者能给我一脚踹出去。真够夸的。真猛！嚯，这位大哥，跆拳道腿法练成这样，普通人一脚就被踢晕了吧？好，军哥，打得好，揍他，揍他，收拾他，揍他就6段还是6段，空了3分钟，耐力还是在的，就是缺乏与技击高手的实战，如何控制体力，搏击是不行的。张总果然还是懂啊，真打还是要像他这样的高手。雄壮术！对方在这个片区可能有超过1个连的兵力，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队长叫康斯特。现在他们出动了一个团来围剿我们，我们只能趁现在杀出去。明白。Go, go, go! Move! Eyes out! Eyes out!
兄弟，Go！唐子晨原来是个美女。你今天可以把我打死，只要你觉得自己够本事，好吗？铁山靠，国术实录中提到过，是国术中各种刚猛爆裂的拳法中最为经典的招式。而这门拳术便是八极拳。八极分为大架和小架，大架是打法，小架是练法装功。只练大架虽然也能出功夫，很能打，但是不能练出内劲来。八极擅长肘击，也是枪术演化来的，以逼当枪，扎到人非死即残。而且八极拳术练到高层境界也有洗髓之法，那就是哼哈二阴。哎呀，可惜还没到洗髓的境界。到了你还能站那儿吗？那个叫王超的小子练得跟唐子晨一样的功夫。遮天剑丹人，一剑挑发。王教练好样的！王教练厉害！哇，龙蛇合击！张总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小心一点哦。
上菜！上。走。呸！我看你是大哥，别打了，我错了。